把李欢推出午门斩了。皇上，刘德昭一案牵连甚广，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所有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赈灾银两的官员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别的人暂且不宜动，就先拿这个刘德昭开刀吧。先杀一儆百，这样好让那些地方官看一看，看他们以后还敢尸位素餐、欺压百姓不？这个刘德昭不仅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的赈灾银两，他还暗杀朝廷官员，谋害后妃，其九族共计672人，都当斩。龙小弟，672人，这杀的未免太多了吧？按律是应当诛9族的，不过朕以仁治天下，就改为诛近亲3族吧。可是刘德昭是一个人犯法呀，为什么他犯法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孩子要陪他一起去死呢？这个刘德昭啊，他不仅杀了丽妃的父亲朕倚重的老臣舒建，他更想行刺于朕。朕不诛他9族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诛9族？龙小弟，你跟太皇太后不都是信佛之人吗？佛家第一戒就是戒杀生，你杀这么多人，是不是未免也太滥杀无辜了？李欢，没有哪朝哪代的皇帝能够容忍弑君的罪行，这是大清的律例，朕也必须遵守。你要是于心不忍，不愿帮朕草诏，那就朕亲自来写。别了，我这个笔墨诗书怎么能尸位素餐呢？我这圣旨啊都拟了一大半了，还是我拟吧，我拟。左图，奴才在。山西巡抚刘德昭一案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刘德昭贪赃枉法，罪行累累。他不但私自侵吞朝廷的赈灾粮款，还圈地占地，危害一方。刺杀山西总兵舒建，甚至行刺皇上，实乃罪大恶极，罪证确凿。刑部已经把他和同伙33人押往菜市口问斩了。那他的族人呢？刘氏一族，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3000里。这怎么处置的如此之轻啊？是，皇上，这刘德昭犯的可是滔天大罪，本应诛9族的呀。一律，刘德昭是当诛9族，但是朕念及太皇太后年事已高，并不想多造杀孽，以便为太皇太后积福。皇上以仁孝治天下，乃天下之表率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退朝，左图留下。这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左图，奴才在。这回刑部量刑为何如此之轻？回皇上的话，这刘德昭罪大恶极，就算是诛他9族都不为过。可是皇上旨意说，其余族人从轻，切切不可累及无辜，所以刑部以为圣意如此，所以就将其轻判，只是将他们刘氏一族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朕下的旨。是啊，皇上，难道您忘了那天在御书房，您拟的旨，然后世淑姑娘亲手交到奴才手里的？
皇上，您的意思是要将刘德昭一案发回重审吗？不必了，刘德昭和他的同党都已经砍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盖棺定论了。你先跪安吧。这。哎呦，皇上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！谁把门槛垫这么高的？赶紧给人削平了！这，小德子还不去取传工匠，快！再不削平，朕就削了你的脑袋！这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糟了，难道东窗事发了？你在外面等着，别让任何人靠近。这。龙小弟下早朝了，喝点茶吧。一大早发这么大火啊！天威难犯，是谁这么不懂事儿，惹龙小弟生气了？你还知道天威难犯？你这个笔墨诗书的差事做的是越发的好。是不是刘德昭的案子结了？结了。刘德昭和他同党砍头，刘氏一族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这个结果你可还满意？哎，后宫呢不得干政。虽然奴婢不在皇上的后宫之内，但是奴婢也是个女人呐，头发长，见识短，怎敢胡乱议政呢？不过皇上既然这样处理，肯定有皇上的道理啊。李欢，你别以为朕宠着你，你就可以恃宠而骄。你竟然敢矫诏给了索额图一道假圣旨！我就知道奴婢这点江湖小把戏肯定瞒不了英明的皇上了。是不是索额图跟刑部的人发现那道圣旨是假的，要杀刘德昭全族啊？要是发现了，你还能在这儿？早就进天牢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刘氏一族老少全都安然无恙了？李欢，你是真傻还是假聪明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矫诏也是欺君大罪，是要诛9族的。这件事情要是让文武百官、太皇太后、后宫的嫔妃，甚至任何一个宫里的人知道，你就算有100颗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奴婢矫诏的确不对，可是皇上滥杀无辜、大开杀戒，难道就是对的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知悔改，反过来指责朕滥杀无辜，你是不是以为朕真的不敢诛你9族？奴婢根本没错，错的是皇上。反正奴婢的族人早已流散四方，根本找不到了。奴婢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如果皇上真的气不过的话，那就砍了奴婢的脑袋吧。奴婢绝不皱一下眉头，用奴婢的1颗人头换600多颗人头，值了。好，真英雄啊！那朕今天就拿你这颗脑袋去换刘氏600多颗人头。来人，传索额图。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只知道皇上这么多年都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是不是因为世淑姑娘？除了她，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是索额图到了吗？还不快给朕滚进来！这。皇上吉祥。索额图，把李欢推出午门斩了。
啊？世淑姑娘犯了什么事儿？皇上要砍她的头啊？总之是砍头的大罪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还不快去！皇上息怒，皇上三思。你啰嗦那么多干嘛？啊？这让你去就去。这把头砍了，我看你还逞什么英雄！走吧，世淑姑娘。索大人，皇上真的要处斩世淑姑娘？皇上是这么吩咐的。皇上虽然是这么吩咐的，但是咱家斗胆建议索大人，暂缓行刑。索大人也是聪明之人，应该明白咱家的意思。行了，多谢李公公了。你说的，我心里都有数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你为什么不问皇上为什么大发雷霆，要砍我头啊？我是不敢问，也不想问呐。在这宫里头，事儿知道的越少，越安全。皇上不会真砍我头吧？哎，姑娘啊，这次山西之行，我心里看得很清楚。皇上心里对姑娘那是非常看重，姑娘啊，可不比其他人呐。如果今天我真的犯糊涂砍了你的头，那接下来皇上就该来砍我的脑袋了。那姑娘放心，咱们呢就这样慢慢的溜达，说不定我们还没有溜达到午门，皇上就派人下旨要来赦免你了。